我认为说，所有的基督徒就是帝国主义，就是殖民主义。我对基督教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就是 James， 就是李白跟我讲，爸爸，这个后天星期天啊，在这个山顶上啊，3人聚会。请问有哪一位朋友老老实实交税的，请你们举手起来。我心里换了，我看到所有的在场的朋友，没有一个人敢举手，包括我自己也不敢举手，因为我也没有很诚实的这个报税。他问的第2个问题，在座的男士们，有哪一位没有骗妻子的，请举手。我真正现在我才了解到我是罪，就既安之内，我流眼泪了。我才发现到说，对了，我原来是一个罪人，我必须要有个救主。当我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，就是要我的责任是什么呢？荣耀神的名。